Hello，大家好啊，又係我。咁呢，我哋今日去邊呢？今日呢，我哋要去睇一個2000年前嘅地底兵團啊！哇，你睇下幾多人？唔知嘅仲以為我哋係嚟睇人啊！唔係啊，唔係啊，我哋係嚟睇兵馬俑噶。睇下幾壯觀！我相信呢，兵馬俑大家一啲都唔陌生噶。但係當你親身企喺度望住一啲實物嘅兵馬俑，一定會覺得好震撼。我後邊係咩啊？就係呢，我哋即係好犀利嘅，哇！兵馬俑咁呢，全部都係人，全部都係人。當你企喺度望住呢一班豪勇兵團嘅時候，你會不禁喺度諗，究竟2000幾年前係點樣被製造出嚟嘅呢？咁其實兵馬俑出土嘅時候，全部都係彩色噶，佢哋每一個人呢嘅表情都係唔一樣噶。而呢一堆陶俑係點樣被發現嘅呢？其實話說就係有一個人喺度掘井嘅時候唔覺意發現嘅。咁大家嚟參觀嘅時候呢，就可以留意下，睇下嗰個挖井嘅嗰個牌個位置喺邊度呢？現時嘅兵馬俑博物館呢，係主要分為3個核心嘅場館。1號、2號、3號嘅兵馬俑坑同埋銅馬車展覽廳等等嘅。而家現時挖掘工作完全都係以文物保護為前提咁樣展開嘅。一方面已經建成嘅1號坑現場係採取咗保護實驗室嘅方案，而2號坑嘅考古現場發掘同埋保護平台呢，就能夠精準調控發掘嘅環境，而且仲可以實現文物出土轉運到修復嘅全流程閉環咁樣保護。2號坑呢，就係採取呢一個邊發掘邊保護嘅模式，既可以推進呢個考古，又可以最大程度咁樣減少文物嘅損耗。所以大家喺參觀2號館同3號館嘅時候就發覺，咦，點解呢一度同1號館完全唔同呢？好啦，今次分享到呢度，記得關注我，點個讚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